下总统赖清德昨昏伊是出席2005年台商春节活动。总统在致辞时，针对两岸政策，搁一摆强调四大坚持，嘛强调有主权才有国家，有台湾才有中华民国。咱政府愿意和对方以对等、有尊严、无色前提之下来互相交流。也搁在场呢，有台商是雄雄大声喊讲，华家唔通闹事，唤起大罢免，引起关心。春节开工第一日，海基会举办2025台商春节活动，也是总统赖清德就任了后头一摆出席。对两岸关系，也搁一次表示希望在对等、尊严、无色前提之下，加强国进行健康有序的交流。有主权才有国家，有台湾才有中华民国。国际社会追求和平，无非都是透过靠实力来求得和平。那台湾也不应该例外。现在请海基会，我们希望当家不要闹事，我们台商都不希望大罢免。在赖总统致辞结束时，向嘉宾新春拜年时，大开下门，台商协会副会长姚英雄突然爬起来表达反对大罢免的政治诉求，让大家拢惊一跳。像我们台商，我们要从大陆还要跑回来投票，对不对？那这叫劳民伤财。民主政治本来就是吵吵闹闹的政治，但是只乱中有序，国家就会在吵吵闹闹中不断改善、不断进步。所以我要请大家不必担心两蒋。海基会董事长吴凤山也毋望台商会当搬演桥梁，向对方朝野传达台湾希望和平甲共赢的心声。现场有台商代表呼吁双边的领导人用权力智慧针对活动找到新模式。两岸关系的好坏呢，取决于美中关系的博弈啊。那我们从川普上任之后呢，已经宣布要对中国加征10%的关税，然后加上这个整个 AI 的晶片的禁令等等。所以我个人对于未来的两岸关系，坦白讲，不是太乐观。台商呢是希望这个经济以台商先行那能够开放，对这个大陆台商在大陆的这个经营，然后还有说全球的布局，其实是很大的帮助那所以我们是希望这个政府能够开放这个大陆商业人士能够来台这个交流能够更方便的这个申请。除了呼吁政府加速开放中国民众来台旅游，台商也希望两岸会当恢复到疫情进前的直飞航点，减少来去成本。公司新闻采访报道。